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0月17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武汉疫情影响世界，带动民众自公费流感疫苗的意愿。一个诊所一人顶排列要注意风险，公费流感疫苗的需求大增加。为着避免预防性无够额，疾病管制署昨宣布，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年人暂停注公费流感疫苗。 无论是诊所的是社区的注射站，四界拢是排队注射流感疫苗的人。今年受新冠肺炎影响，大家拢想要来注射流感疫苗，公费疫苗需求大大增加，引发外界惊讲疫苗无够，无法度注到。疾管署16下晡宣布，暂停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人注射流感疫苗。预防健康署这边有专家的讨论，50岁到64岁这些健康的成年人暂缓施打。 有高风险的、有风险、有慢性病的，那仍然是可以打。公费流感疫苗对初5开始注，原本用的注的对象有65岁以上老人、学龄前的幼儿、高风险慢性病人，也有50到64岁人。即阵50到64岁人要暂停来注射流感疫苗，但是中解说是因为疫情关系，民众卫生甲防疫习惯也在咧提升。而甲去年同期2019年第41礼拜比较，台湾类流感就诊人次有75245人。 到第51礼拜进入流行期有101900人，因过今年第41礼拜就诊人次是34539人，无到去年的一半。那我们为了让民众不要到处跑去询问疫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一周10月12号开始统一把疫苗集中回来到卫生所，那是以嘉义市的市民为优先。 疾管署暂停部分对象注射，要一个原因就是各县市疫苗配给有限，部分县市亲像嘉义市也是贵人市，拢伫这礼拜宣布以涉及本地市民优先注射。流感疫苗是要有县市的配合款，所以各县市都会设定说是市民施打，这个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但是台南市呢，还是有很多别的县市是住在台南审慎在评估啦。如果在疫苗不够的状况下，我是觉得县市的市民优先，我是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台南市也伫评估可行性，高雄市卫生局考虑有相当数量的外地民众伫高雄生活，为了保障群体免疫效应，确定无特别限制。但市长也提醒，即要落实挂嘴暗、定定洗手，并且保持社交距离的良好卫生习惯。有基本规流感疫情传播有限，民众免惊吓。另外，注射地点也无限户籍地，应跨县市去注射。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今日早起5点过6分发生瑞士规模4的地震，震央伫台南市政府东北边12.5公里，地震的深度有15.9公里，各个头受地震影响的程度上严重达到4级。今日早起5点过6分，震央发生伫台南的地震影响新化7个的程度达到4级，新化、嘉义、台南市是3级，台南永康、嘉义欢乐有2级，嘉义市、彰化市是1级，加载目前并无传出灾情。 观众朋友，台湾昨增加4站带病入境患者，拢是1年来高中生，是咱国疫情爆发以来头摆有外国学生入咱地都确定治病。也为着防止秋冬天疫情拖翻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表示，后个月中旬将会推动专案，边界管制和防疫措施无摆度会愈严格。 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一困头新增加4个境外移入的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532至535例是2个查甫2个查某，年纪是伫10外岁至20外岁之间，拢是1年级的高中生，因为读册9月30来台湾。这4个人是伫3间无同款的学校读册，入境到搭拢无症状，入境了后由学校安排去旅馆做居家检疫。 10月15检疫期满，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才确诊。因那这嘛是今年疫情爆发以来头一届有境外先确诊的病例。全部他们在居家检疫后就要把它再采检过一次。那前阶段大家一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那这次有跟大家宣布有4名印尼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传出几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而且外国疫情又是真严重，秋天甲寒冷疫情恐惊会反苦。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后尾的疫情佫一届扫倒转来可能性真悬。按照后个月中，就要启动秋冬的专案，到时无排除会加强边境的管制，嘛有可能会强化国内防疫新生活的力头，限制活动的人数。
那当然要看看这整个的一个我们这社区的情况，再来决定这样的一个强度。但是各种的方式，我们都会来思考怎么样是最有效率又干扰最小。但市长强调讲，边境管制无论是全面性或者是特定的国家，拢有可能爱看全球疫情的变化。也若全台湾目前累计确诊的人数有535例，有433例是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东部南队36例，还有一个感染源不明。确诊的个案当中有7个人死亡，491个人解除隔离，也有37个人住院隔离治疗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一名50多岁男性当咧居家检疫，也昨早起因老母要送早顿，予伊这名男性煞拢无应声，才发现人已经探无开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检察官已经介入调查，疾病管制署会全力配合，协助理清这名男性的死因。南投县殡仪馆人员带着护目镜，也有喙暗真细离伫处理这个遗体，因为这是埔里一个正伫进行特殊检疫，却是雄死亡50岁查甫人。死者老母16早起送早顿到后生大所在，却是发现伊倒伫厝内底。我甲叩门，我甲叫拢无应，我再用锁匙甲开伊门锁咧啦。我入去的时阵，我甲摸鼻孔像无喘气啦，再拍伊的手，哎呦，拢挤挤。我就知影讲应该是出问题，我再去报派出所。伊老母讲，后生拄结婚无久，即阵也伫联络人伫香港的新妇。根据了解，这查甫人60年厝，之前拢伫香港工作。车排队下门坐飞机转来台湾了后，厝内底人安排伊家己住，进行2礼拜特殊检疫。到即阵已经特殊检疫第8天，23就检疫隔离期满。消防局同仁到案之后，发现该名男子已经死亡。那县政府随即通报相关的单位，检察官会进行司法相验后来厘清死亡的原因。死者老母讲，每天拢会送物件互后生，不过不听伊讲，伊反映身体无爽快。南投县府民政处讲，警消到现场时，这查甫人身体已经硬壳壳，脚下腿已经出现尸斑，眼盘已经死亡一段时间。指挥中心发言人曾连祥讲，即阵已经交由检察官调查，法医检查了后，若评估有需要检验，疾管署会全力合作查出死因。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麦。首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塑创办人王永庆的竞赛甲名人受人检举，工人科技栽种电脑砍下违反证券交易法。检调单位分5路所在，经过审问，认为甲名人违反银行法，另以5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刷了是联合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核电厂的核废水2吨后就要满电，日本政府按算伫这个月决议，可能会将123万吨带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排入大海。咱国表示会继续监控评估福岛核灾对台湾海峡的影响。上尾是中国时报。香港民航处长丁宝表示，台湾的东沙包机无飞入去香港飞航情报区，是咱国主动要求取消运入管制区。咱民航局伫昨下晡公布可能记录反击，强调是香港以安全做理由，表示无法度接受入营机纸照空中过。武汉肺炎疫情严重，世界病例已经超过3900万宗，190万人因为病症来死亡。其中，欧洲过去7天新病例比3月疫情上届严崖的时阵，阁加要3倍。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单一患者继续增加，侪城市的加护病床恐惊会无够用。欧洲第2波疫情严重，伫过去7天通报比例比3月第1波疫情高峰时阵悬强要3倍。其中，意大利过去24点钟新增加超过1万例确诊，总单日新冠。世卫组织讲，欧洲真侪城市的加护病床，几礼拜了恐惊就无够。It isn't just the increasing case numbers that we're seeing. It's the increasing in hospitaliz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are in ICU. We know of a number of cities across Europe where ICU capacity will be reached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at is concerning as we approach the flu season. 欧洲疫情清悬，德国总理梅克尔16以疫情为理由，取消欧盟11月2日要一个必定举行讨论欧盟甲中国关系领袖峰会。德国、法国、荷兰拢已经重新启动防疫限制措施，抵抗第2波疫情。比利时也宣布19开始，全国的餐厅、酒吧、咖啡厅关1个月，也阁要实施宵禁。La vente d'alcool sera interdite au-delà de 20 heures. Il y aura un couvre-feu entre minuit et 5 heures.
另外，美国的疫情也无降落。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确诊病例超过800万，将近22万人死亡。这么感恩节就要到啊，可能会出现假期大家做伙。美国防疫专家佛奇希望民众爱点心注意。Whenever we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talk about implementing public health measures, people think that we want to shut the country down.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We want to us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in a prudent, careful way to help us to reopen the country. 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已经有这模型的预估，9万年2月初一，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要到39万，也就是比这么加17万。若是个放零挂水未要求，死亡人数恐惊会到47万7000多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选举第2场辩论取消，Trump 和拜登改办市民大会论政见，包括疫情、经济、大法官提名、外交政策种种议题。也 Trump 也伫市民大会约束那准伊无法度顺利连任，伊的和平转移政权。美国总统川普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15暗分别伫迈阿密甲费城举行市民大会，面对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川普的市民大会由国家广播公司 NBC 主办，女主播莎凡娜加斯里来主持。川普去互问到伊个人税务的争议，伊讲未公布详细报税的内容，一直到伊甲国税局达成解决方案。因若顶个月底，伊甲拜登辩论进程，敢有做新冠病毒的检测？川普回答讲：我可能有，嘛可能无。因若甲疫情相关的话题，伊是甲规个焦点射去中国遐去。Herd immunity as a strategy, essentially just let people get sick. The cure cannot be worse than the problem itself. We did the right thing. We were expected to lose 2,200,000 people and maybe more than that. We're at 210,000 people. One person is too much. I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because of China. It happened because of China. 在市民大会的时阵，川普头一届公开答应讲，虽然伊一方面对投票的公正性也是感觉无信任，不过若是伊输啊，会甲政权和平转移。因若美国已经有超过1800万的选民完成投票的程序，联邦选举官员表示，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有作票的情形。同一个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是出现伫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频道，回答资深媒体人乔治·史蒂芬·纳波里斯甲选民的问题。针对共和党伫大选进程背后有保守派色彩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瑞特的大法官提名过关，保守派伫最高法院的优势会扩大到6比3。有消息指出，拜登伫赢选举了后，会以扩增大法官的人数来反制。因为拜登嘛头一届对这点做出回应。Right now, it looks like they're going to have a vote around Halloween. So if they vote on it before the election, you are open to expanding the court? I'm open to considering what happens from that point on. 针对民众关心注疫苗的问题，敢会强制爱注？拜登表示，若是科学界认为讲疫苗已经通过完整的试验，伊唔来家己去注，嘛会鼓励民众爱注。另外，敢是要强制推行一定爱注疫苗？伊认为讲爱看情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暗去到平遥视察三军总医院心得更新的运作，也参加全国渔民节的庆祝活动。蔡总统昨暗去到三军总医院偏湖分院视察新成立的心得更中心，了解推动医疗在地化成果。另外，蔡总统也出席第1摆伫平遥举办的全国渔民节，参加各岛渔民季的活动。按昨暗开始，连续3天，招待全国的杰出渔民游览平遥，为了渔民的辛苦。伫台湾协助香港人走出庇护的残险保护伞，昨去互1名男性破60名。详细的消息是，警察已经抓到1名嫌犯，1名嫌犯是20多岁。餐厅作业区去互白色物破甲轨道顶，晚盘接待柜台店里的走廊，四界拢会当看到白色物的痕迹。店家关键伫面册被种业发文表示，因为紧急原因，这2天暂时关闭营业。这间保护伞餐厅就是提供参加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流亡台湾的庇护所。大家也就是很正常在做生意，也没有得罪谁，所以很多人来问是不是有什么纠纷，其实没有。他们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比较亲中人士的人来找麻烦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推断啊。
想到代志发生的经过，店家的朋友表示，一个查甫穿乌衫，中昼入去餐厅内底，开始向四界破白下物，敢是去个翕到查甫人摕桶啊冲出去的形影。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调阅监视器已经锁定特定唤醒的影像那正积极在查缉中至于唤醒的动机背景有无遭人收拾，我们会在到案以后再厘清。另外，前香港铜锣湾册店店主林英基，今年4月份来台湾开新册店，嘛叫穿乌衫的人破暗贼，了后检警查出有3个人涉案。台北地检署以毁损、强制、伤害等等的罪嫌起诉。不过林英基怀疑讲嫌犯的动机无单纯，因为因甲中共有关系，想要压迫警告的意思真重。若是这间保护伞餐厅去互破白写物，到底甲统派还是亲中分子敢有关系？警方是讲，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几条地方的消息。因为近来欠水，农委会宣布桃园、新竹、苗栗因为靠花袂使饮田，历史农民真操烦，但稻仔当咧结水，若准无水通好饮，稻仔恐惊会拍切，影响收成。过几个月，稻仔就要收啊，也毋过即嘛有可能因为靠旱的关系，停止农产的灌溉用水。农民担心，毋但是因的心血拢白了工，连收割了，恐惊也无法度回本。如果缺水，它就是直接就死掉了。像这边几乎都会慢慢的死掉了。你看地板这已经都干到裂掉了，都全部都裂掉了。大概几天就会这样子？这个，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会晒田，所以我们水不是一直在灌着的话，如果像这样的话，大概在10天后，这整株就没有了吧。农民真无奈，讲种水稻上重要就是水，即嘛若无水，稻仔可能会发育不良。讲是发出来切可能会变做空壳尔。里面是空的，这是空的。里面都空的哈。对啊，全部都是空的。你看会透光啊，它会透光，里面都没有东西。在1个月左右就可以收成的。就你如果没有水来的话，那我们就是看着它死啊，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农委会则是宣布，因应抗旱，土地苗地区19000公顷的农产被实施停止灌溉，要补偿措施。不过，伫新竹县有真侪农民是替地主耕作的大耕农，因担心讲是补偿金是发予地主，希望中央对补偿办法搁再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公司台语台明年要推出新的戏剧《金蕉园的秘密》，昨伫高雄过山洞开镜，这出戏的女主角陈吴毋但甲头长家底，佮挑战用台语演同志，故事毋但讨论性别议题，也说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这出新剧按算伫明年4月来放送。琼胶园的秘密开镜仪式。导演朱美玲甲4位主要的演员伫高山洞头前举办开镜仪式，祈求拍戏顺利。金蕉园的秘密是描写女主角明娟找同学去因厝内的金蕉园斗相共，两个人发展出爱爱的情谊，佮做伙踏入白色恐怖的风暴。高山洞这个所在捌出现伫故事内底。这是什么所在？这是迄个时阵警备总部咧新闻反邻的所在。所以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场景就是讲，阮入去看就感觉心情做沉重。演员陈吴是戏中的女主角，伊头摆甲头毛交底演出，嘛挑战讲台语甲同志的角色。那个时候的女同性恋，他们连 T 或 P 这种名词都还没有，有只是刚开始。那我认为这个角色他在高雄，他可能不一定会看到这个词，可能要等到他长大，他看到过期的杂志，他看到了某一个专栏，他才知道原来他有这样子的认同。演员有因哥哥的生产是高雄人，伊讲拍片进前，导演有互伊3本册去了解美丽岛事件。诠释这个角色上面，我带有很多的一种历史的样子在我里面，然后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想要被大家看见的一个部分。公司台语台准备伫明年推出4出戏剧，包括爱情、乐权、女性、甲环保等等的题材。金蕉园的秘密开镜了后，拍算明年4月就会当播出。记者陈亚军、赖维做高雄报道。
2020嘉义小剧场戏剧节是南部头一个以剧本创作做中心，他剧演出做形式的国际艺术节。今仔日甲明仔载，有3出全新的台湾戏剧，也阁有外国文本，要用他剧演出的方式来呈现。对昨昏开始，拢总要做17场戏，咱观众朋友就唔通看无到。歌词唱出家己心中的无奈，以网甲大小二段王凤祥的故事来写的剧本，讲伊安怎为家短囝仔行入文学，这一生起起落落的故事，要透过读本的方式，伫嘉义县举办的小剧场戏剧节来演出。这王凤祥呢，伊为较早伫个家短囝仔的时阵，伊叫做刘仙，然后诗人伊的名叫做戴卿，日本名叫卡奥里。那伫个这段时间，伊遐济啊，遐尔济的名，就代表讲一个大小艺段。伊除了是一个查某人的一生以外，伊嘛是为台湾统治甲日本统治迄段时间一个台湾人的一生。这摆小剧场戏剧节扩大甲国际的交流，除了台湾在地创作的故事，嘛有日本、韩国甲香港的剧本。为日本东京第2摆过来参加戏剧艺术家表示，希望会当透过活动，互台湾的民众嘛会当了解附近国家的剧场文化。去年只有日本。今年是又加了亚洲、韩国、香港的剧本，然后就是我们发展到了亚洲专题。阮剧团推广18、18年的一个剧本农场计划，这是每一年阮会开1年的时间，邀请3个作家来到嘉义，来遮用1年的时间来写因的脚本出来，伫咱的戏剧节内底做读剧的读本的这发表。除了读本的演出，阮剧团表示，当初疫情影响到在地少年剧场的演出，经过要1年的时间，即届嘛会伫小剧场戏剧节来正式出演。嘉义县政府就表示，16、17、18连续3天，表演艺术中心会有总共17场的演出，希望互民众无同的文化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观众朋友，交流文化也爱关心环境。有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澳洲大埔大超过一半的选乌伫过去30天因为全球暖化死亡。都有科学家表示，要挽救生态，减少碳的排放量才是本。规片热带气受过各种涉水的选乌达，可能伫咧几十年后就看无啊。澳洲 ARC 选乌达毒药研究中心上新的研究报告指出，1995年到2017年20几年之间，澳洲大埔大这个所在已经有一半的选乌死去。The Great Barrier Reef has declined over the last 3 decades by about half. So 1 out of every 2 corals that were there in the 1980s are now gone. But it's worse than that because not only are there fewer corals, but the corals are on average smaller. So the big corals are gone. And we're also not seeing young corals coming up. 目前已经有真大片面积的选乌达是土色的还是白色的，而且拢差不多无生物生存。科学家表示，分岐型还佫有倒型的选乌消失的状况是上严重，指出真侪种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转来破坏整体生态系统。若是大量选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迁所造成的海洋热浪。By far, the biggest problem faced by the Great Barrier Reef is global warming. If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and global temperatures 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then we have a chance to stop the current loss and to let the system recover. 大埔达是地球顶悬上大的选乌达群，面积超甲日本同款大，内底有真丰富而且多样性的生物，各种鲨鱼、鱼类、海底，还佫有算袂清楚的海洋生物。If you lose 50% of something in 3 decades, then it's possible that in another 3 decades you will lose the other 50%. 联合国顶一日宣布，2021年到2030年的海洋科学促进影响发展的10年计划，是支持改变海洋健康衰退所做出来的打拼。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受东北风影响，气象局今日针对宜兰发布大水豪特报，基隆北海花大台北山区东部地区也会落大雨，提醒当地乡亲就要注意。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报。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
南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2度。东部这边上加23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加20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